李家鼎同埋大仔李永漢，而家真係一個天一個地。天係講緊李家鼎享受同細仔以及細媳婦 Agnes 一齊相處嘅天倫之樂，地就係李永漢，可能呢一世都冇辦法擺脫嘅人間地獄，佢而家完全走唔返出嚟。而佢嘅老婆三把刀嚴佩玉 Connie 喺香港心急如焚，根本冇工作正常收入。維持生活嘅唯一來源就係之前喺李家鼎身上透過各種方式攞嚟嘅錢。要記住呢啲錢唔係長久，用晒就冇，遲早都要面對現實，萬般帶不走，唯有業隨身。各位觀眾，肥媽呢番說話講得真係夠直接、夠狠、夠公道。佢親眼見過李家鼎點樣捱，拍戲捱到手震，捱到中途要坐低休息，拍完之後仲要問有冇其他工作，結果就係因為要養一個成日伸手要錢，又唔肯自己自食其力嘅大仔。肥媽講到自己當時幾嬲，其實好正常，因為佢睇到嘅唔係一個正常嘅父子關係，而係一個老人家被自己仔當成人肉提款機。而家鼎爺終於肯放手，公開同李永漢斷絕父子關係。肥媽即刻表態支持，話佢脫苦海啦。呢句說話其實已經講晒問題嘅核心。李家鼎之前一直都喺苦海入面，苦就苦喺自己養咗個完全唔識負責任、只識吸血嘅仔，同埋三把刀。而家鼎爺肯放手係遲嚟嘅解脫，雖然遲咗，但總算係肯為自己諗。肥媽話支持係因為佢明白一個老人家捱到呢個地步，已經唔係單純嘅家庭事，而係要救自己。至於李家鼎最近身體好啲之後，有機會復出《愛回家之開心速遞》，飾演李威對佢嚟講其實都係好事，起碼證明佢而家嘅狀態同之前捱到手震嘅時候已經唔同，呢個係一個好嘅開始。反觀李永漢而家喺印度，表面上話去修行、去繞塔，其實就係一個徹底冇路走、冇面目返香港嘅人。之前靠老父親養到人，而家突然斷晒糧，就即刻跑去印度辦苦行。呢一種對比已經好清楚。一個父親終於肯為自己放手，一個仔則繼續喺外面逃避同裝神弄鬼。呢個就係因果。81歲。一句斷絕關係，真山全城；一句脫苦海，撐到底。今日呢單李家鼎家變，唔係普通嘅爭產，佢係一面照妖鏡，照出咗人性，照出咗錢，仲照出咗一個我哋成日掛喺口邊，但係10個有9個都理解錯嘅道理，因果報應。等我慢慢同你拆，一層一層咁拆俾你睇。先講主角李家鼎。街坊叫佢一聲鼎爺，今年81歲。呢個名後生嘅可能淨係識佢喺主食節目度威水，但係佢嘅一生本身就係一出大龍鳳。佢喺廣州出世，細個屋企本來幾風光。8歲嗰年一場土改，全副身家充公，一家人變難民咁逃落香港。落到嚟之後窮到讀唔成書，20歲就出嚟撈，做龍虎武師。做武術同馬術指導，喺刀光劍影裏面捱大。佢一世人為咗頭家，唔知推掉咗幾多個輕鬆嘅機會，偏偏揀最辛苦嗰條路。事業大上大落。2004-05年最低潮嗰陣，要去夜場兼職做馬術教練幫補生計，直到近10年，憑住一個主食節目鹹魚翻身，先至苦盡甘來。記住呢句，鼎爺呢個人。骨子裏面就係手停口停，做得就一定做嗰種老香港。明白咗呢點，你先至會明白接落嚟呢場悲劇點解咁刺心。風暴嘅引述係鼎爺嘅前妻施明，施明都係資深藝人。今年3月21日清晨，因為肺炎喺醫院走咗，享年74歲。佢早幾年喺屋企跌親撞傷個頭，捱過開腦手術，留醫成年。最後因為嘔吐物入肺引發肺炎，搶救無效。本來應該係一個全家人攬頭痛哭嘅時刻，點知就喺呢度引爆咗一場全城睇到口都擘大嘅家族大戰。鼎爺同施明生咗一對孖仔，大仔李永漢，細仔李永豪。
兩個今年都係46歲，媽媽仲喺度留醫嗰陣，兩兄弟已經傳出唔和。媽媽一走，矛盾就由喪禮上面點安排，一路升級到兄弟互片，互相指控對方恐嚇、貪財。而鼎爺呢段時間又勞又傷，加上舊年患過胃炎兼貧血，一度暴瘦超過20磅，得返120磅左右，成個人憔悴到認唔出。而呢場大戰嘅核心，講穿咗就係一個字：錢。鼎爺呢一邊由細仔同細新抱企出嚟撐場，佢哋嘅版本係咁：鼎爺翻紅之後本應安享晚年，點知10年嚟一直被大仔一家當成一部人肉提款機。鼎爺自己喺一個雜誌專訪入面親口爆，佢每個月俾出去嘅生活費，連水電煤、出入搭車計埋，最安穩要去到12-3萬蚊一個月。佢仲狠狠咁公開錄音，指控大仔謀取佢200萬蚊定期存款，甚至手揸住組屋契作威脅。各位街坊，200萬呢個數字一出，全城譁然。但係故事永遠有另一面，李永漢嗰一方就完全反轉嚟講，佢反咬細佬夫婦，先至係處心積慮要逼兩老分身家，將鼎爺軟禁加經濟封鎖。佢話自己幫鼎爺打工，每個月得收15000，更加聲稱自己1毫子都冇攞過，反而係細佬攞走咗鼎爺幾百萬存款。然後就係震散全城嘅一刻，鼎爺接受獨家專訪，正式向全世界宣布，由某一個晚上嘅某一刻開始，李永漢已經唔再係佢李家鼎個仔，呢個人嘅嘢同佢再冇半點關係。鼎爺講得斬釘截鐵，佢話自從太太一走，呢個念頭就喺心入面生咗根，因為傷心傷到再冇得傷，傷害實在太深。佢甚至撂低狠話，就算大仔將來有難，佢都唔會再伸一隻手指去幫。原諒呢2個字喺佢嘅字典裏面已經剷咗出去。記者去問細仔李永豪求證，佢淡淡咁覆咗3隻字：唔回應。喺香港嘅法律入面，其實根本就冇脫離父子關係呢個正式程序，即係話鼎爺呢個宣佈喺法律層面比較似一個情感同道德上嘅切割宣言。戲肉嚟啦！就喺鼎爺呢一邊狠心斬纜嘅同一時間，遠喺印度嘅大仔李永漢似乎正喺度經歷另一場苦。已經坐實嘅事實係，李永漢自細跟住媽媽篤信藏傳密宗。今次佢跟住一個佛法中心遠赴印度南卓林寺參加1年1度嘅大型法會。中心嘅社交平台流出嘅相片，見到佢面容憔悴，眼神空洞，判若兩人。坊間有獨家爆料話，李永漢喺現場嘗試完成繞塔11000幾圈嘅苦行，但係被人目擊用逆時針方向繞塔，仲話佢喺現場大聲講電話，激動咁喊叫，疑似同太太隔空開火，精神狀態好似亮起紅燈。講返鼎爺呢邊，佢同細仔李永豪企埋同一條陣線，多次公開大讚細仔同細新抱悉心照顧自己，話自己嘅健康一日好過一日。佢更加委託咗細仔做執行人，打理一切財產同事務。父子2個仲計劃進軍網上平台，教主圍頭賽、懷舊賽，帶觀眾重遊舊地。最戳中老觀眾淚腺嘅係，細仔喺社交平台貼咗張相，係佢同爸爸喺一個經典電視劇嘅咖啡店場景影嘅合照。原來鼎爺後生嗰陣喺一套經典劇集系列入面飾演過一個小食店伙計嘅角色。事隔40幾年，唔少老觀眾都期待呢個經典角色翻嚟再見一面。相信好多街坊睇到呢度，個心入面已經彈出咗2個念頭，一個係鼎爺終於肯放手啦，總算脫咗苦海；另一個就更加直接，李永漢喺印度搞成咁，咪就係佢平時對老父親唔好嘅報應，係佢自己累積落嚟嘅惡因爆煲。呢2個念頭，一個關於放手同解脫，一個關於因果同報應。而正正係呢2個念頭，恰好就係佛家研究咗成2000年嘅核心命題。佛家裏面有一個極之出名嘅譬喻，叫做二戰喻，出自早期經典。話說佛陀問啲弟子，一個普通人同一個有修行嘅人，其實一樣會感受到痛苦，咁佢哋嘅分別究竟係邊？佛陀嘅答案精彩到喊，當一個普通人遇到身體上嘅苦，譬如病痛，
譬如喪親之痛。呢支苦獸就好似一支毒箭咁射中咗佢，呢個叫做身受，係客觀嘅、真實嘅第一支箭。但係普通人唔止中一支箭，佢會緊接住生出憂愁、怨恨、焦躁、不甘心。呢啲心理上嘅二次折磨，就好似第二支毒箭咁，再插多佢一刀。而一個有修行嘅人，佢一樣會中第一支箭，因為身體嘅苦避無可避。但係佢唔會俾第二支箭射中自己，佢嘅心唔會再被嗰份痛苦死纏爛打。呢個譬喻嘅意思清楚到極，生老病死、喪偶、被人榨乾，呢啲第一支箭嘅苦係實實在在、避無可避嘅，佛家100%承認。但係喺呢份客觀嘅苦之上，我哋自己加上去嗰啲怨恨、自責、不斷反屈嘅點解係我呢一層額外嘅煩惱苦，先至係個心可以慢慢放低、慢慢止息嘅部分。所以正確嘅講法係，苦難有佢實實在在嘅客觀成分，唔可以求其一句講成純粹係心境問題。但係面對苦難嘅態度，以及自己嗰份煩惱嘅加加減減，就真係於個心嘅修為。好多人一見到李榮漢喺印度搞成咁，個口就即刻彈出4隻字：抵佢死。李榮漢之前對老父親李家鼎同細仔李榮豪嘅所作所為，已經積累咗好大嘅負面業力，威脅老父親計住200萬存款、扣留手機、剪輯錄音、抹黑細仔一家。呢啲全部係實實在在嘅行為。當一個人長期用呢種方式對待自己嘅家人，遲早都要面對反彈。而家鼎爺公開切割，立遺囑俾細仔，佢自己又要跑去印度避世，其實就係呢個反彈嘅開始。不過佛家講業力，其實唔係完全冇得轉。業嘅核心落喺意字，即係你而家呢一秒嘅起心動念同行為造作。除咗極少數嘅定業之外，大部分業力都可以透過後天嘅努力去扭轉、去減輕，甚至去化解。講到呢度就要睇李榮漢而家面對嘅處境。佢而家面對嘅其實係3樣嘢：家庭金錢嘅徹底斷絕、夫妻關係嘅張力，以及自己未來出路嘅選擇。呢3樣嘢其實就係佢之前種下嘅因，而家要自己面對嘅果。如果佢仍然繼續用之前嗰套思維，逃避、推卸，繼續想方法去操控或者反咬，那麼佢嘅處境只會越嚟越差，因為佢之前已經將自己同李家嘅關係破壞到一個好難修復嘅地步。但如果佢真係肯喺印度呢段時間認真去面對自己之前嘅行為，肯承認自己做錯咗事，肯有真正嘅懺悔之心，而唔係只係想用修行去洗白自己，去逃避責任，那麼佢其實仲有機會去減輕自己嘅業力。不過由佢而家喺印度嘅行為嚟睇，行錯方向，自言自語，同老婆隔空大嗌，作風孤僻，佢似乎仲未進入到真正面對自己嘅階段。一個人嘅命運喺好多時候其實就係由自己而家呢一刻嘅選擇決定。李榮漢而家正處於一個轉折點，佢之後點樣做，會決定佢之後嘅路係越嚟越窄，定係有機會慢慢扭轉。順帶講返肥媽嘅來龍去脈，肥媽同鼎爺係多年老友兼工作拍檔，一齊合作過煮食節目。肥媽之所以咁激動咁力撐鼎爺，係因為佢親眼見證過鼎爺嘅辛酸。佢爆過同鼎爺合作嗰陣，眼見鼎爺成個人瘦晒，捱到連切菜、捧碗、公仔麵都隻手喺度震。佢苦口婆心勸過鼎爺無數次，叫佢放手，唔好再咁拼命周圍賺錢去養大個一家人。肥媽用搭飛機要先幫自己戴氧氣罩呢個比喻，勸老人家最緊要係先顧好自己。所以肥媽撐鼎爺脫苦海嘅心情係實打實出於對一個老朋友嘅心痛。脫苦海呢3個字，企喺鼎爺自己嘅角度嚟睇，係100%成立，亦都係徹底符合佛家精神嘅。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本身就係一句佛家用語，意思係塵世好似一個生死輪迴嘅苦海，唯有調轉個頭，止損向善，先至可以登上彼岸。鼎爺面對嘅係真真實實嘅第一支箭，81歲喪偶，長年被當人肉提款機，積蓄被榨乾，健康暴瘦。肥媽勸佢放手，勸佢先理好自己，
喺佛家放下執着，唔再被一段耗損身心嘅關係捆死嘅意義上面，係一個健康到不得了嘅選擇，係一種離苦同自保。佛家講放下，唔係叫你放棄一切，唔係叫你拋家棄子，而係叫你放低個心入面嗰份執着。有一個流傳千古嘅公案，兩個和尚過河，老和尚孭咗一個女子過咗河，放低人就繼續上路。後生嗰個和尚行咗成里路，仲喺度耿耿於懷，老和尚就點醒佢：我老早就放低咗係你，由頭到尾都仲背住佢喺度行。真正嘅放下係事過境遷之後，唔再將件事孭喺心頭。所以頂爺斬斷一段令佢身心俱疲、被苛索榨群嘅關係，企喺佛家角度睇，可以係一種離執，而唔係無情。佢將重心移返去顧好自己副身體，同細仔重新建立溫暖嘅連結，重新出嚟返工。呢個正正就係回頭是岸入面調轉方向、止損向善嘅實踐。而李永漢，你之前點樣對待自己嘅老父親同兄弟，而家就要自己慢慢承受。業力呢樣嘢，從來都唔會因為你跑去邊度辦幾次修行就自動消失。萬般帶不走，唯有業隨身。到此為止，今日就講到呢度。各位街坊，呢單事仲喺度發展緊，我哋食花生之餘，更加值得一份提醒。當我哋自己有一日都捱到隻手喺度震嘅時候，記得要識得放手，先顧好自己副身體。